歡迎各位咧，又嚟到咧就係艾蒙一直威古靈精怪節目啊！咁就繼續有個拍檔 A 輪啊 ，Hello，係 ，Hello，點啊？好嘛？好啊，咁啊，而家去咗夏令時間咧，夏令時間啦，中文係剛晚啲夏令時間咧，係剛晚啲咧，同埋個人都會即係精神啲啊，人都多咗噶喎，發覺條街度。係啊，多人出街嘅，因為一到夏天就開始暖啊嘛，咁就哇封咗幾個月啦，咁然之後就而家就會出街多啲噶啦。嗰啲牛鬼蛇神都出晒嚟喎，牛鬼蛇神好犀利，牛鬼蛇神咁咧，因為點解咧？如果講緊咧幾百年前啦，我哋上次啊講到就係啲巫師啊。有啲咩出名嘅巫師啊嘛，咁啲巫師咪出嚟嚇捉嗰啲牛鬼蛇神啊，做下嘢啊咁樣啦，係嘛？咁啊，上次最拉尾就講到就係巫師罪啊，其實嗰個叫做唔係叫女巫罪，可能係一個巫師罪，即係個譯得唔係咁好啫，係咪先？係啦，個中文翻譯叫做嗱，如果英文咧叫做 Witchcraft Act。OK， 係啦，中文咧就叫巫術法令咁樣嘅，係最早嘅時候係幾時咧？第一次啊，就係有呢個巫術法令嘅時候咧，就係1542年啊！哇，咁都幾百年前。1542年計啦，唔止啊，即係接近500，接近600年前喎，未500年前，接近500係啦，仲有17年咧。就係500年㗎啦，係咯，哇！你話都幾緊要喎，係嘛？犀利喎！咁嗰陣時咧，其實就係死罪嚟嘅，即係會死刑嘅，即係有咩事咧捉到你咧係會死刑。咁就咧嗰陣時係禁止任何嘅形式嘅巫術啦、占卜啦，甚至乎係叫做咩咧？通靈啊，佢叫通靈都唔得，召喚靈體啊嘛，咪即係通靈。哇，係咯，係啱啱咯，係嘛，即係問米都唔得。哇，仔你嗰時好犀利喎，即係撳得好勁啦！你做呢啲係死罪嚟噶咯。係啊，問米都唔得噶啦。係啊，咁所以其實就嗰陣時就都算唔算係風聲鶴唳咧？如果做靈異界嘅話，做巫術界嘅話，咁你有條咁嘅例，就直頭係通晒，即係唔俾人搞啦，即係變咗係完全係冇咩人會冒呢個風險啩？如果係死罪嘅話，係咪先？係啊，咁所以可能要去東方嘅咯喎，要去面聖見我哋嘅皇帝嘅咯，係我哋。即係中原嘅皇帝咯，係嘛？幾百年前就唔知發生啲咩問題噶咯，係啦，咁就及後咧，去到1562年咧就個法例咧就咁樣嘅，就規定啊，就話如果你係用巫術啦，而令至到他人死亡咧，咁個施法者咧又係判死刑嘅。OK，咁即係其實輕鬆咗啲噶咯。係啦，要死咗啦，即係要搞死咗人啦，係先至會有死刑。咁咧，其他較輕嘅巫術咧嘅行為就會判坐監嘅，監禁嘅。OK， 即係佢唔係一路深落去，就反而係調翻轉，就會一路放寬咗啦，放寬咗。咁你放寬咗未？即係你係想叫啲人去做呢件事咯？係咪咁解？可能就係咁樣咯，因為中間呢10年。即係發現咗，其實呢個法案係唔係好可行咯，唔係好公平啊？定點啊？或者唔係好可行，因為其實可能有陣時某程度上，可能坊間又好，或者係皇室又好，佢哋都需要有啲某程度上嘅一啲叫做預知啊嘛，先知啊，或者係做一啲問米嘅導人迷信啲，係啊，呢啲我動作噶嘛。OK， 咁所以就係有咁嘅需要咯。係，咁就跟住咧就不停咁改變嘅呢個法令咧跟住隔咗又多42年啦，1604年啦，1604年咧就
擴大呢個巫術罪行嘅範圍添喎。咁而家又收翻緊喎。呢個又係咯，又調翻轉喎，又收翻緊喎，係啦。即係又放鬆又收緊啊。係啦，即係可能你放鬆咗啲人，你知通常都係㗎啦。係放鬆咗嘅，咁就會亂嚟㗎啦嘛。一亂嚟嘅又要收翻緊，又要收翻，係咪先？ OK 即係好似你教仔一樣啫。你改佢啦，今晚可以打機打到9點，但係9點先要瞓覺啦。點不知佢打就打到9點05分就試又要收翻底先，咁樣就係啦。05分，咦阿老豆唔鬧喎。9點3啦。但係相隔幾多年咧？咁樣就嗱，頭先第一次改就10年啊嘛，放鬆咗。咁而家呢個就42年咯，1604年啦。哇，都差唔多成代噶咯。係啊，真係幾個師傅噶啦，幾代師傅人㗎。係咯。好啦，咁跟住咧，嗱，去到1735年啦，呢個就再耐啲啦，即係成121年咧就有呢個重大嘅轉變啊！呢個法例係咁咧就話將聲稱擁有魔法能力或者指控他人施行巫術視為詐騙行為啦。而家就呃人啫，就當你呃人嘅啫。OK，係啦，詐騙啊，即係當你亂咁噏出嚟咧，跟住因為你冇呢啲冇真憑實據噶嘛，就係 fact check 唔到嘛，就係話喂點樣有真憑實據先？呢啲係咪啊？咪嗰個問米二姑咁樣唔準啊？唔係阿二翻嚟嗰個啲答案唔準，嗰個唔係我老豆嚟㗎就咁啊，係嘛？係嘛？係咯，冇可能咁樣嘅喎。咁樣你點樣先為之有罪咧？係咪啊？係啦，咁所以佢就而家咧就變咗係咪都咩啦？咁啊，如果聲稱擁有呢個魔法能力，或者即係指控他人咧就施行巫術咧，都係視為即係詐騙啦。OK，即係當你呃人啫，冇錯。即係唔當你係有死罪啦，起碼已經唔會死罪啊，最多就坐監。仲要係最高係1年嘅喎，監禁嘅喎。OK，咁咧及後啦，哇，去咗好多年啦，因為突然間時光一逝，咁啊一轉，應該時光一轉啊，唔係時光一逝，時光一轉咧就去到講緊呢幾廿年啦。即係19年代，咪1951年啊，係嘛？係1951年啦，係啦，即係20世紀啦，20世紀50年代，係啦，咁咧就將呢個咧就係通過咗呢個欺詐梅靈法令啊，係英文就叫咩咧 ？Fraudulent Mediums Act 1951。OK。即係其實都係某啲程度上似欺詐啦，係嘛？即係咁樣啦，咁就取代咗喺之前嗰個啦，1735年嗰個巫術法令。咁咧就將佢改做咩咧？呢個真係好搞笑。係，即係點樣講啊？跟住再去到2008年咧，就將佢再取代啦，再取締。係，我哋就用取締嘅，佢就用取代。咁就係消費者保護法令啊！即係其實係即係變咗消費嘢啫，可以揾消委會啦。消委會如果係即係香港，如果你喺啲即係巫術啊即係通靈俾人呃咧，你去揾消費者委員會嗰啲喂，消委會真係喎。其實嗱，理論上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嘅法例都係跟英國噶嘛。嗱，我唔好當而家啦，我當1997年之前先啦。之前啦嚇，因為你依家依個2008就唔得。如果而家講緊唔好講香港啦，講馬來西亞、新加坡，講馬來西亞。如果你去馬來西亞揾啲巫師，深山咧揾啲巫師，跟住通靈唔到，或者覺得個巫師呃人嘅話咧，咁其實可能就可以告上法院，就去消委會啦。咁樣就去消委會喎，就話佢咧就即係唔係幫我通到我爸喎，唔係通靈通到我爸喎，嗰個原來假嘅喎，假嘢嚟嘅喎，咁樣就係啦，咁咧就而家啊，任何聲稱擁有超自然能力，以為欺騙他人財物嘅行為咧，均可根據相關詐騙嘅法例被檢控，就咁樣嘅。即係其實到最尾成件事咧，就去到咧
變咗係欺詐咁樣就係啦，當你人啦，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可能我覺得會唔會係其實即係因為證明唔到嘛，真係係咯，點樣證明到？即係就算而家講到阿七師傅呢期，咪話佢好靈嘛，話佢連泰國有地震都講到嘛，都預測到嘛，咁樣嘛，咁即係其實你預測到就預測到啫。如果預測唔到嘅，講錯咗嘅，人嘅，即係嗰啲每年咧過年之前咪有本嘢嘅賣嗰本嘢。咁如果咁嘢唔啱嘅、唔準嘅，咁下年係咪可以告嗰啲師傅咧？哇！咁咪好大鑊，係嘛？欺詐咯，咁咪即係欺詐罪咯，係嘛？咁啊，嗰個另外一個名咧，都係叫消費者保護法，另一個名咧就叫做 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Unfair Trading Regulations 2008啦。係，即係唔公平嘅交易。係啦，即係嗰個又可以叫做咧，即係如果有人以靈異或者超自然能力作為詐騙手段咧，就會用消費者欺詐條例處理，即係咁嘅意思嘅。OK， 係啦。咁其實總括嚟講啊，即係英國對巫術嘅法例咧，即係從最初係好嚴咧，咁啊逐漸咧就而家咧就即係演變為打擊巫術嘅名義進行嘅詐騙行為。即係講真就係而家呢個年代咧，就已經係當你人就算啦。唔係，其實應該咁講嘅。嗱，除咗人啦，係將嗰件事咧商業化係咪？嗱，你商業化咗咪即係其實係好簡單一單買賣嚟嘅啫。係啊，你就算話我好甘心走去做呢個買賣都好啦，咁樣，但係做完之後，原來係發覺到係唔啱㗎喎，去賣嗰件嘢係假㗎喎，或者係有啲人嘅成分喎，咁你就係等於欺詐啦咁樣咯。係，冇錯，即係簡化成件事啫，就冇咩嗰啲巫術嗰啲嘢嘅。咁會唔會有啲真嘅巫術咧？咁真嗰啲咪唔會俾人告咯？真嘅巫術咁啊，要去去蘇格蘭嗰度咧，睇下有冇嗰啲即係坐住個掃把咧，嗰啲飛緊嗰啲巫師咧，先可以知道要問佢喎。哈利波特係啦，不過呢樣嘢咧就即係令我哋咧就發現咗咧，原來咧啲法例啊係一個冚一個嘅喎，即係有一個新嘅生效咧，就會冚咗舊嗰個嘅。係，即係或者 replace 啊，或者合併咗佢咯。係咯。即係呢個就令到我哋即係又學識咗長知識啦。我哋做呢個即係無師罪啊，係嘛？無師罪呢個 Witchcraft Act 之後咧。咁就令到即係我哋已認識咗原來係一個冚一個或者一個合併咁樣嘅狀況嘅。咁啊真係都幾得意啊！即係講起呢個係啊，所以英國嘅法例就真係好博大精深啊！原來去到追溯到係幾百年前咧，都仲可以去一路帶領到而家今時今日嘅法例。係。犀利，即係幾百年都因為有呢個根啊，係嘛，個根源啊，咁啊，所以就罪的根源啊，就唔係愛的根源啊。哇，厲害！係啊，咁啊嗱，今個星期講咗呢個巫師法啦，咁樣睇下下個星期有冇啲咩 topic 咧，可以再同大家講下啦。咁啊，今個星期就唔該晒 Alan 啦。Thank you，我哋再傾，好，再傾，拜拜。